即马甲送入去，剩15分。奇怪，我一开始就想讲要甲直播送入，结果无送入去。我来看相继表达这边来讲，无做台语呢？1973 Embry 大英书店受相继successively 台湾线连讲三连刷好啦，这是3连刷了当然是国下含来处一位每一个人3连刷表达愿意遵照这寡话顺服上述的依国下规议，随着全体的人也大声表达愿意如此来承诺。这寡事情、这寡代志如此圆满完成了后，伊阁下就离开遐，转去长官官邸的迄间大厅，伫遐接受重要的公司的军官、甲职员、市民以及新仔人的恭贺敬意，并且互相互祝成功从容，并且伫遐来接待迄寡人。伫即个典礼过程中，迄2队军队用因的步枪鸣枪3响。这3响鸣枪的前2响，每一响了后，拢由顶站城堡回应大炮1响。鸣枪第3响了后，回应大炮8响，就是砰砰嘣，过来砰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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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随后，就由这个角城佮鸣炮7响。煞接由普罗宾西亚城堡回应大炮7响，然后又停伫即个港道内的大船同款来鸣炮7响。你看，第一道看到即个接长官安尼，即个遮尔隆重啦结果是最后一个长官规国下就就任典礼，就安尼尊荣又搁威望来举行完成。愿万能的上帝祝福伊国下的政府，以伊的姓名，互尊贵的公司以及这个政府下面所有的部属，拢欢迎重生起来。阿门。这一天，伫个大家拢真愉快的、真欢喜的情况之下来过去。只敢有一个例外，就是要暗的时阵，有一个新仔人伫迄条庙街。被一个醉酒的荷兰士兵拍着伤，约落2点钟了后，就重伤过身。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50个查甫，载去8870斤糖、3800斤糖水、637斤咸鱼、146斤鹿仔肉。100道大马，21道芝麻，1100担胡椒，70担盐，40担淡香木，15担木香，5担泥香，4担地麻。有一只篷船对平湖来到遮，坐60个查甫甲6个妇人人，再来400对梨花，50担西瓜，50个烤食甲6只牛。暗时还有冷风对东北方吹来。10月初4拜4，这游园是好天日是透南风。新来的稽查官里奥纳德先生的委任状，伫佛罗摩萨议会中提出来审阅了后，决定按照该委任状接纳伊做处地的稽查官甲巡查官并且决定将会伫明仔载，互伊伫处地法庭宣誓就职
好，来继续读了吼。到呾临时担任该稽查官职务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商务员 Hartover， 因此必须要离开该职位。毋过，伊将会留踮咧处地听候另外一个委任状，以便来提交法庭。目前伫咧地方官司道阁下去淡水归人出征转来了后，转来以前将会暂时代理地方官的职务。下设商务员 Van Bosselen 早着巴达比亚总督阁下的命令转来处地，就是向顶个个几工前，我实在是看无为虾米讲伊10月才来台湾就是即马一工会返来由阮决定，互伊恢复原来的即个职务，或者是担任其他的职务。因为出纳的职务就是伊原本的职务已经有别人咧担任，离现在有课的即个职务有亏啦有课的职务只敢若有以前由商务员担任理任甲服务人的政务员的即个职务，阮提供即两个职务。互伊去选择，但是这两个职务伊拢拒绝接受，因此呢决定，因为政务员某被派去服务人上任离任地区的政务员将会派翻译员 Nicholas Barnes 来临时担任。这个人已经伫北区，这个 Nicholas Barnes 临时担任的这个人已经伫北区居留13冬，对迄个地区真有经验，将会伫后一次的电话会议中进一步来决定伊的职位。若是讲起即个佛罗摩萨岛南区的政务员因为政务员 Olario 的个性，翻译员 Hendrik Norden 被选担任即个职务，伊已经临时担任即个职务3个月，表现真好，将来也必定会互人满意，表现卓著啦卓著我袂晓讲卓著。当然，拙就是倒啦著就是度啦倒度问题是倒度，都无人安尼讲卓著无伫电视顶有收啦表现真好啦将来也一定会互人满意。伫咧可敬的牧师指导之下，也爱监督迄个地区的教会甲学校的工作，就是讲南区的政务员迄个临时接任的欧拉里有个性的即个翻译员也将会行文通过所有公司欠效的新仔人讲，因必须爱伫咧搁再来3个礼拜之内来行即个债务，若无将会禁止因收挂伫因家己的即个或者是租用的产业的即个切门或者是甘蔗若毋行钱毋行，无爱互因收挂若是被发现违令收挂，将会罚款$120。迄寡留伫咧台湾饲伫年的是若乞食或者是烂腿啦其他或者是其他有去学着即个垃圾抬高即种疾病的阮将会命令迄寡新仔人的头家设法甲迄寡人带离开街仔路，送去赤坎因的病院或者是其他所在。若是3工后犹阁看到饲伫年有即种人，将会甲迄寡人分配互迄寡头家带转去因厝呢。伫迄寡人的疾病啦，因的病完全治好以前，袂使甲因赶出来
违令者罚款3个厘。即寡决定就如对议会决议中所会当详细看到安尼。剩5分钟吼，10月5号，拜5。上午，即个城堡的可敬的法务议会召开会议。即个会议结束了后，伫此地担任行政工作的所有公司职员，无论是政务、法务、商务、公务或者是其他工作的，拢遵照事先的通知来长官官邸的楼顶迄间大厅聚集。来聆听巴达比亚总督府甲公司17人董事会的阁下今年送来互阮的命令。即个命令是关系到禁止任何的人，无论是职级的管家，无论任何的理由，拢不得接受任何别人的任何的礼物甲赠品赠送品，无论礼物赠品的大小，无论直接或者是间接拢不得接受。违令者将会受到如同命令所写明的处罚。这个命令经过大声宣读了后，稽查官还阁奉命爱严格去稽查若发现有违处令的人，就要根据这个命令来处罚。这个代志办煞了后，大家就转去处理。天气炎热，微风对西方吹来。即几天，阮无用伫积极推销商品，互生仔生意人，护照的销路真好。有3只帆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90个大波载去下日的货物，42,200斤糖，2,700斤糖水，8,853斤鹿仔肉，4,612斤咸鱼。940斤虾仔，661斤沙鱼油，340道大麦，16道麻仔，60道油豆，112斤蚵仔，12篮虾仔粉，320担胡椒，10担大香木，9担盐，4担巴达米亚丁甲一寡杂碎。由一只小帆船出航前往佛罗摩萨的南部，坐8个大波载去30担盐60捆的稻罐。20个饭碗，5担5篮糖，4桶糖水，3担地麻4罐鲜仔烧酒，1罐薰草，1包面布。10月6号拜六，又是同款的天气，你是透西风。顶面关系到本个月4号提起过的讲，关系到要通知生仔人，伫这3礼拜来清晰来行欠公司债务的这个文告。今仔日用中文甲荷兰文伫此地台湾遮以及伫普罗宾西亚公开打出来。今仔日伫赤坎有一个生仔人被另外一个生仔人拍死，此事伫迄边被告发，凶手已经被收禁起来。有一只帆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30个人载去225斤糖，600斤糖水，53担胡椒，3担木香。10月7号礼拜日，你是透西北凉风好天，安歇日敬拜上帝。今仔日收到政务员尼古拉斯·Renius 对迪罗山寄来一张批。此期本个月2号，写讲伊去伊的辖区北平的迄寡村社视察了后，并且支付117又搁7%互打麻社的人，因为因供应服务人的教会以及学校以及伫咧教文社的教师的徛家需要用到的德，并且讲伊将会遵照命令，尽量较紧将迄寡教师的马来甲送转去。有一个学校的教师 Class Cruitan 违反规定，应该爱互伊处罚，所以就伊甲该教师以及其他的罪证同齐送来此地。
智罗山社的人强烈抗议，讲麻豆社甲萧人社的人，持续去因的腊场咧拍蜡，甚至去到距离因的村庄4-5里的所在，并且踮咧遐咧拍蜡5-6天才离开，因伫顶个月18号，按照因的习惯出去进行1年1度的围蜡。看到迄寡人当日因上好的腊场咧拍蜡，直到因不得不无所收获来转去，就是害因拢拍袂着啦，互因和迄寡北乡遭受大损失，因此请求允准因搁再一次出去举行即种年度的围蜡等等。时间都到今仔日读到10个初7啦，应该是无啥物笔记吧？讲啥物笔记？歹势我的耳机若无收起来就有杂音啦。真歹势。我耳机我甲摕落来，摕伫个桌顶，伫客厅的桌顶可能安尼造成杂音，真歹势今仔日。好啦，我来关房了多谢阿官，多谢大家。好。